地方消息来看，嘉义县种咖啡全县差不多有种加200公顷遐尼宽。为着要带动在地咖啡产业的发展，县府嘛有特别开课，请专业的老师来教农民烘豆的方法甲美感，希望会当来提升县内整体咖啡生产的技术。种咖啡的农民为着老师甲烘豆的机器边啊，大家详细听烘咖啡豆的知识。上课的农民讲，烘咖啡豆的手路真济，真需要经验。透过老师的分享，会当学到新的物件。我如果经验不够的话，来上这一堂课，老师可以用他的经验去弥补我们经验不足的问题。我等于不用花太多的时间，就能学到平常一些我需要做非常多测试的动作。嘉义县伫阿里山梅山直辖环岛顶7个乡镇，计共有超过200间种咖啡的农行。为着要加强社区对咖啡生产的技术，县政府举办咖啡的培训课程，问下教基本观念，嘛教比赛手路甲美感。对于目前来讲，我是希望讲伊这样的课程，伊会引教一寡，就是讲基本的烘豆的观念，给大家。然后有烘豆的经验的人，我应该啊侪就是比赛方面的伊的一寡的烘豆的手法。上课老师表示，烘咖啡豆的时阵，机器设备天气温度，拢会影响到豆啊烘出来的成果。透过大家互相分享经验，增加农民对咖啡豆品质的控制，嘛提升嘉义县咖啡生产的技术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